阿里山，坐火车2磅空，要来去阿里山。阿里山山顶真正好佚佗，空气真清气，火车母片片喘，已经到阿里山。有迄个树林，有迄个云海，樱花水动动，行山路好散步，姊妹池景真水，嘛有迄个碰鼠、飞鼠，鸟只满满是。坐火车2磅空，要来去阿里山。阿里山风景台湾第一，世界真出名。